好意思，我问一下，你刚刚是一直在拍我吗？啊？你是在拍我吗？没有啊。那让我看一下你的手机可以吗？如果没有，我跟你道歉。我觉得这里面有我的隐私。我看一下。不好意思。为什么不行？你刚刚打开摄像头的时候，我发现你的手机页面是你相机。咱们到另外。你确定没有吗？你确定没有吗？你确定没有吗？你现在过来这里说，你没有拍我吗？行，不好意思。你没有一直在拍我吗？地铁上面一直手机头对着我，你没有拍我吗？刚刚你打开摄像头，我看见你的相机是打开的状态，你没有在拍我吗？是的，那我这是在拍你。是在拍我是吧？承认了，删掉。OK， 好的，您别生气好吧？我在录视频的，你自己承认了。好的，可以的，从我出地铁走到现在，你一直跟在我后面，我故意走慢的时候，你还在一直跟在我后面。你好。不好意思。这个。删掉。行，好的。删了。还有最近删除里面。实在是不好意思，真的。拍了这么多。不好意思。有没有发给别人？没有，这个保证没有，好吧？真的，我最好没有能给你看。你最好没有，我告诉你。看的，对吧？他已经侵犯到我隐私。对啊。他想要偷拍我的裙底。他一直跟在我屁股后面。好，没关系的，这个我一样的。侵犯群体，我們後面先去看一下監控嚟，好吧？復活節假期有100萬香港人都返大陸玩，但係喺大陸地鐵就發生一單超離譜嘅偷拍事件。今次主角係一個 cosplayer 女仔，佢點都估唔到自己會成為偷拍狂嘅目標，而呢個偷拍狂仲要係一個新香港人。呢個人一返到大陸即刻露出馬腳。件事係咁嘅，個女仔當時着住一身 cosplay 打扮，佢搭地鐵嗰陣已經覺得好奇怪，因為佢發現有個男人全程拎住部手機，鏡頭對住佢。最初個女仔都半信半疑，心諗會唔會係我自己多心？但係當佢落車之後，發現呢個男人仲要尾隨佢，而且喺搭扶手電梯嗰陣，佢部手機鏡頭角度喺下面向上影，呢啲擺明就係想偷拍裙底。個女仔即刻要求個男人出示手機，仲問個男人頭先係咪偷拍佢？如果你話冇嘅話，俾我睇下部手機自證清白。點知個男人即刻拒絕，話呢啲係佢嘅私隱，唔可以俾你睇。女仔見佢咁樣嘅反應，就知道佢而家心虛，所以個女仔唔同佢客氣，指住佢部手機話：我明明見到你開住錄影模式，你頭先肯定偷拍我。個男人起初仲死撐話冇啊，但個女仔死咬唔放，連續問咗3次，你肯定冇偷拍我咩？最後個男人頂唔順，終於認咗係偷拍咗個女仔，跟住佢就不停道歉。想個女仔大事化小，但個女仔邊會咁易放過你？即刻命令個男人刪除偷拍片段，仲要清空回收桶。點知一睇部手機，真係不得了！原來呢個偷拍狂唔止影咗佢手機入邊仲有其他女仔嘅偷拍片段，即係話呢個人根本係一個慣犯。個女仔見到咁多自己嘅偷拍影片，情緒開始控制唔到，搞到連地鐵保安都衝過嚟了解發生咩事。保安得知個女仔俾人偷拍，即刻話會翻查 CCTV， 仲保證會交俾警察處理。講真，呢個新香港人都真係夠膽死，返到大陸以為可以為所欲為。佢可能唔知，大陸通街都係 CCTV， 真係3部一個 cam。今次佢真係有排佢受。如果喺香港冇 CCTV 影到，可能吹佢唔脹，但喺大陸做呢啲嘢，你就等住坐監14日。至於個女仔，真係要俾個 like 佢，因為佢夠膽即場對質，唔會事後先上網公審人哋。其實遇到偷拍，最有效就係即場捉住對方對質，唔似啲港女成日冇證冇據就老屈人哋偷拍。所以各位姊妹，下次遇到咁嘅情況，學下呢個女仔，強硬啲。至於啲偷拍狂，真係唔該收手啦。大陸成街都係天眼，你估你走得甩咩？